成日鼻塞係咪好煩呢？早晚都鼻塞，瞓覺又要用個口呼吸。好多人鼻塞其實唔係感冒，可能係身體長時間失去平衡。中醫認為鼻塞咧有3個主要嘅因素：肺氣虛、脾虛、濕重，兼且血氣流暢差。如果你經常朝早起身就鼻塞，吹下冷氣又鼻塞，轉天氣就流鼻水，呢啲多數唔係感染，而係身體嘅問題。咁有啲咩治療嘅方法呢？我哋可以試下穴位按摩。第一個穴位係迎香穴，就喺鼻翼嘅兩旁邊。第二個穴位係印堂穴，咁係眉嘅中心。第3個穴位係合谷位，即係我哋所謂嘅虎口。每一個穴位每日按2-3次，每一次30秒，效果非常之顯著。第二，我哋試下香薰療法。咁我哋準備一碗熱水，加落以下嘅精油：薄荷油啦、尤加利樹油，加埋薑油。咁用毛巾冚住個頭，吸精氣5分鐘。非常之有效果，但係如果你係有 G6PD 蠶豆症，呢個方法就唔適用，或者我哋可以用檸檬油、薰衣草油同埋茶樹油取代。第3，我哋試下內在調理，我哋試下茶療啊。第一型咧就係風寒重嘅鼻塞，生薑、檸檬加紅棗茶，溫經散寒。第二，濕氣重嘅鼻塞，經常流鼻水，咁我哋試下陳皮加薑，健脾化濕。第3係熱氣型嘅鼻塞，鼻涕偏黃偏結，咁我哋試下用菊花同埋薄荷啦，清熱通鼻。咁食療嘅方面，我哋可以試下用白蘿蔔啦，加薑、蔥、蒜，幫助通氣化痰。我哋要避免凍飲甜品同埋冷氣直吹，呢啲係最傷脾胃嘅行為。記住，反覆鼻塞好多時候唔係感冒，亦都係你嘅身體發出咗求救嘅信號。如果你覺得上述嘅資料有用，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，記得 follow我，遲啲再分享多啲有用嘅健康小貼士。